喂，喂，喂，哎呀，做咩咁猛整啊？又話咩雙卡機喎，成日都斷線，一時大聲一時係細聲。哎呀，而家仲2張卡都打唔到啊，激死人啊！哎呀，冇理由噶喎，我都係用緊雙卡機，都冇咁嘅情況。吓？你嗰部咩機嚟㗎？我用緊 UKey 雙卡手機，佢可以同時使用內地同埋香港嘅電話卡，佢獨家嘅 Decode 技術咧，可以令到接收信號穩定清晰，咁就唔會好似你部電話咁樣咁容易斷線。仲有啊 ，UKey 手機最大嘅特點咧，就係有一個防輻射模式。當電話接通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有一個震動提示，咁你感受到震動嗰陣時，先至攞起嚟聽，就可以減少30倍由信號直接帶嚟嘅輻射啊！哇，啱晒我啊！你依家先講嘅。我本身都唔知㗎，不過我成日上大陸做嘢，係咪都需要一部雙卡手機㗎啦？咁啱咧，我相熟嘅手機 sales 誠意推介話呢部手機好 work，我未試過咪買嚟試下咯。一試過又覺得好好，仲有啊，可以睇埋電視，啱晒我。咦？等我一陣啊，都買翻部先。聽日我上大陸啦，費事人人都以為我失咗蹤啦。You are the key. You key.